一齊嚟，一齊嚟，全部嚟，全部嚟，姐姐哥哥。多謝姜哥哥，多謝晒，多謝 Tony 哥，多謝金沙哥哥，多謝金沙王子。是對是錯也好，不必說了。是怨是愛也好，不需要。謝謝爸爸。往裡需要，留情馬意怎麼可笑？多謝。也好，不需要。曾為你願意，無論想都不要，留言自此心知不笑。這段情，越是浪漫越美妙，離別再是吃不消。我最不欣賞你背向我轉面，要走一刻請不必諸多眷戀。後塵浪似人潮，哪會沒有思念？令我開心到講不出再見。多謝，陳振家姐、苗姐姐，你哋全部都上嚟。李氏姐姐、温姐姐、表哥、嬌姐、Lisa 姐姐，多謝姐啊！是對是錯也好，不必說了。是怨是愛也好，不需要。何時咁重要？比兩心的需要。柔情蜜意怎麼可缺少？一齊嚟！是進是退也好，有夜狂潮。是痛是愛也好，不需發表。曾為你願意，我夢想都不要，留言自處心知不會少。這段情，越是浪漫越美妙，離別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欣賞你背向你轉面，要走一刻請不必諸多眷戀。浮塵浪似人潮，哪會沒有思念？令我開心到講不出再見。我再不欣賞你背向我轉面，要走一刻請不必諸多眷戀。浮塵浪似人潮，哪會沒有思念？令我開心到講不出再見。多謝所有嘉賓。多謝。我最辣辣的愛你，我愛你勝過稀罕我自己。我哋嘅心心喺邊度嚟？一齊嚟啦！今晚大家開唔開心啊？開唔開心啊？好開心啊！多謝大家嚟到婷婷嘅生日晚會，感恩有你哋。希望下一年我哋呢啲人都喺度嚇，都喺度參加，冇去咗其他嘅地方嚇。我嘅意思係冇去咗小妖精嗰啲地方。唔會啊，OK，我聽到啦。年年都喺度。係，你即係點啊？
你即係話佢哋捐窿捐罅啫。係，我驚佢哋唔會意思啊，所以我要講清楚。好啦，捐到你三公主條嗰條罅啦，咩嘢啊？捐到你三公主條永遠都捐嚟三公主條罅度啊！我聽到啦，OK，多謝。好，感恩有你哋啊！多謝姐姐無空嘅大理事嘅支持啊！仲有你哋百忙之中抽空，點解好似講得咁好笑嘅？多謝你哋，跟住到心怡經理，7月幾多號啊？經理，7月幾多號？好啦，阿葉經理，7月幾多號喎？佢查緊，依家查緊啦。好啦，係啊，咁我哋到時再公佈啦。係啦，7月份啊，記住。 7月再公佈，係啦，7月頭，你哋個個都要參加啊！7月5號嚇，唔係12號咩？7月5號，禮拜六嚟㗎。係咪星期六嚟㗎？唔係，到時再公佈大家啦。係啦，暫時睇通告，依家仲未決定日子。冇錯。係啦，因為咧暫時唔公佈住，留啲秘密，讓你哋流下口水先得嘅。所以咧，你哋記住，總之係7月頭，你哋要嚟參加我哋靚嘅大公主西啊！好唔好？大公主西。你要着西裝知唔知啊？要記得帶呔喎。係啦，拎埋個呔咁咯。啊，到時會盛裝出場㗎啦，我哋阿爸爸。好，多謝所有的家人們，謝謝你們的陪伴和支持，感謝你們的大力士的支持，謝謝。好啦，今日我哋玩得非常之開心啊，咁就眼淚水都飆埋真係，因為今日玩到啊。好啦，我哋下次見啦。好啦，講聲拜拜啦喎嚇，咁啊祝大家身體健康，咁啊下次記住。開心講再見。係啦，7月份啊再同大家見面啦喎嚇。再見。拜拜。拜拜，再見。再見係喎，再見先啱喎。好，拜拜。好啦，see you，再見。I see you tomorrow 喎，明天再見。明天再見喎，喺度講聲再見啦喎嚇，咁就期待7月再同大家見面，好，拜拜。點執嘢啊？要啊，兩個哥冇搞揸嘢。我有期啫。春啦咗，熄咗未啊？熄咗未啊 ？OK，冇問題。嗰個細鹽，其他就 OK。好。